行政院进前宣布，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，民间团体也率入去举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，用影像的方式，甲这43年白色恐怖时期讲，互更较侪人知。因也表示讲，即卖的少年辈对较早历史是认捌真少，学校也无一定会教。希望透过这影展反省历史，正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。伊就甲讲年底有一个户口普查，叫我爱来等安呢。我们等一下载你回来，等下去就没回来。门口有4个宪兵在等着我，然后4个我站在中间，他们一路把我护卫到这里来。这政治受难者用日常的口气讲出一段沉重的过往。台湾自1949年宣布戒严开始，进入43年长，侪人受迫害的日子。为着要让更较侪人认捌这段历史，新台湾和平基金会举办影展，除了开幕片是上经典的1994年《超级大国民》，也有不少新世代作品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望用无共世代看白色恐怖的记录，来参大家讨论交流，用影像反省历史。少年世代若无了解过往的历史，少年世代伊要安怎去了解做一个台湾人存在的意义甲价值？有的人可能无爱读册，无啥爱看文字，但是电影少年人的接受度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希望用影像、电影的方式，把历史记忆再传递下去。白影是当时政治受难者的李玉认为，这个过往唔那是家己的记忆，嘛是全台湾的记忆。影像是一个真适合和少年辈沟通的方式。不过，伊也指出，用影像记录历史的方式，应该更较积极去做。2007年拍过白色恐怖的电影了后，中间的抗白10年的返校都出现。流麻沟15号才出现。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，因为感受到无共世代的历史记忆断层，除了举办影展，因也希望会当将这个影片推送去校园内底，让少年辈了解课本内底无一定有写的历史。因也表示，未来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进前，嘛会举办类似的影展，反省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，期待变作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。记者刘新武、林奕良台北报道。